嘛是希望会当圆满顺利，继续要来看到这个数字统计规台湾，也就是畅管线省道的水沟挂，算的拢占有24万个。也毋过车路大家拢有即款经验，就是水沟挂常常害桥倒摆人一个无注意就绊倒。公路总局决定要做新型的水沟挂，较袂害人触倒。若这个卖出的数字有50 BPN， 9月开始就会全面换新，即马干那换省道的部分、畅管线的部分，各县市敢要换，就要搁进一步来讨论。民众骑车经过这个人工铁挂，这个无张持就会骨出去，搁去弄到路边这个塞囡仔车的老母，你可能嘛捌拄到这款的情形。人工砍挂这个稳形的地雷，无论是好天落雨，拢常常会有惊险的情况发生。伊的起因就是这个人工铁挂，伊是生仔的材质，抹到雨水就会较骨。即马公路总局决定要甲提关标准啦。很滑哦，下雨天当然会啊，自己要注意啊。有时候还是骑摩托车的话，雨天还是要注意一下。控骨的级数若是无够，会常常发生事故。公路总局已经伫去年7月，针对这个路顶悬的飘线，控骨的级数对45 BPN 要甲提悬到50 BPN。规台湾省道这个人工挂嘛要照安尼做。对9月开始，新设的这个人工挂，伊的风骨级数拢要达到这个50 BPN。若目前遐的旧话，就要伫个3年内来改善。根据统计，目前规台湾省道人工挂差不多有24万个。其中80%拢已经地下化，剩的4万个就要来增加这个风骨的涂料，也是改变纹路，安尼才会较安全。以3年为目标，来把既有的来去做相关的一些抗滑的改善。只是讲目前公路总局伊的管辖权，敢若有这个省道的人工挂。那全台6都的人工挂，拢是地方政府咧管理的，是毋是嘛要对咧提悬这个风骨的级数？外界嘛拢真关心，就惊讲人工挂煞来变做风骨刀，成做这个路的超级杀手。这个安全的防护是袂当凊彩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